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热烈来研究客家嘅语文哈。客家实验白话语文的研究啊，第10每写50篇文章。今日的主题呢，就是从常用破音诗，共有260则诗。个第一部分，课文1诗1语，对照录音，第97篇。提供各位乡亲大家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文嘅常用嘅破音诗啊，是可以讲非常嘅重要。在客家语文诗音嘅调查研究之里，有关于诗音、诗形、诗意这3方面，从每个角度确实重要。客家语文同华语语文也一样哦，可以讲的是由于文字数量不足的使用方法吧，就像历史地图里的家家家姐专注一样，用相同的文字以不同的语音来做表示，变成诗意同语义的不一样，形成呢一个破音诗嘅出现，在以前一个篇章地图里啊，也有连音诗、地方语音诗以及古音诗等等嘅有一个就报告同大家做一个说明。虽然连音诗、地方语音有多义嘛，但是诗意完全是相同，一点都和同破音诗相反的地方。本章这个真理与研究啊，除了访查一个以外呢，还以坊间的现有的诗词典啊，作为根据，整理出一个常用的破音诗，分为1诗2音，一共有150余则诗，3音嘅呢有84则诗，1诗有4音嘅20余则诗，有5音嘅，一共有260则诗常用嘅破音诗。除咗这个呢，提供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哈。后来一个2音破音嘅诗呢，嘅第一部分，第一就讲了解嘅了啊，一个係指做事个能力个倾向。第二个呢，个了解了第3層，也係呢第4層了解和了解，就態度一個語言方面呢，各處熟嘅是包嘅，但是一個老一則詩啊。个也係連音詩嘅 A 音嘅啊，第2層同第3層有為了音嘅呢個背一個音，第2一個長1長2長嘅長，有讀長長音路嘅長，也就是樂府啦哈，一個長1長2長嘅長，所以也有第2層嘅同第3嘅哈。第3也是的也哈，个意思还是意思，表示接听的意思，也係表示疑問，也係用於引起各方面的不同哈。也就是前後兩個是相同，前後相同。一個也呢，表示個支持。同個另外一個意做嘅意呢一個詩呢，有時吧冇相同哦。也係個也，這個同一個合作詩的合嘅也冇相同哈。也呢，這兩則詩都有一個牙好、牙也好、唱牙好、拍假好，有一個音叫做也係有連音詩嘅語言哈。一個詞上啊冇3點水嘅也吧，個也表示講前後一樣，一個意做到意一則詩呢，
这个前后无相同嘅东西哦。爱拍咧，也系爱望你，也系用，也系用一个译做的译，也就是安尼。其实口 YouTube 口哈，人一个一口，人家人口嘅口，一个口呢，双口嘅口，一口唔同嘅口安尼。第一是那个表示就说已经安尼按讲我天意上嘅呢，天意呢这个以当副作用，以会我有很能改，以我有第六不有两音，也就是讲不是的不那个数落人家不是的不经常的意思啦不呢你不脏个恶作意思啦你不你的不你不嘅音有不同不一個音配音天意樹興嘅樹樹興嘅樹呢，也就是嗰種橋嘅音，也都人嘅聲一個樹興嘅樹，也就是也的橋都聲。一般嚟講呢，就講樹興嘅樹，天上上，所以有兩音，一個聲嘅是隻橋嘅音，天意樹興嘅樹安尼第八嘅活做的活做的活按過另外嘅音呢，喐心中溫個悶不樂悶不樂嗰個就鬱同鬱嘅兩音活第九反抗嘅抗咪反抗嘅反有啲盤都是為微模嘅盤出來嘅盤一個天意呢個反真嘅真嘅相對詞個反心反骨一反有盤同反兩音。第十控制嘅控呢都是扛靠穩捆就是扛嘅意思捆呢小洞洞天意呢就是控人的香一個往里一控也係用嘅這個音也這個音。第十一手個手嘅手呢是手嗰度嘅相反詞就不能手手為就一點點的意思天意呢手人嘅手，所以就是手有手同手人嘅手兩個音配音。第十二愛唔係唔爭人嘅音唔爭按個呢一個我嘅音我橋一個第十三虎口嘅虎呢有一啲音有個虎鉗嘅虎鉗嗰個另外一個虎呢虎口嘅虎門虎嘅虎一個虎同虎嘅音。第十四一個王是都昂是昂嗰條個昂另外一個呢王嘅聲跟王嘅王第十五時態嘅時世界嘅時也有時30年是為一時人生一生為一時一生為一時父子相續時態人按嗰個出世嘅世要讀世出世
好，世界嘅世呢，有一个世同世有两言，一个凹下去的凹，有个凹是有头入係個入，模糊嘅會入皮，入皮嘅皮呢，皮講一個入皮啊，一個是切包，你哋想包公嘅包，包公嘅包，一個包縮嘅包，一個另外呢拋。有騎馬拋嘅拋，我唔好講個草馬包喎，騎馬拋嘅拋要讀拋破拗拋，18卡一個肩部卡，又係乜嘅卡卡呢咧，卡號卡號，一個東西卡號，卡掌。有氣勢的意思，較長、較正的意思。18嘅講啊，卡有卡同卡嘅兩言，卡和卡。第19，燒又講啊，燒人來去，燒人來去。一個超人來去，超，招字就招，超人來超同燒是咪燒，也係相嘅字眼。燒第20，一個冷就撇，另外一個冷就撇的東西，冷是冷，第二這個冷，這個另外就撇另外一個冷，一個冷呢有兩言，一個另外一個冷，同一個另外一個冷，兩個都相同，破音字，意思是相同。嘅富強呢，就是講啊，一個河路話個河頂，門貴語都講門檻，門戶大廈嘅橫嘅，富強，嗰路冇簽到，冇掂到那個富強，我用簽過去安尼先人家福卡，一個富，佢都講過啊，有富強嘅富同一富兩富嘅富一個言。好，我哋再來看兩言破音啦嘛，第二部分，一個出啊，一個口字旁多那個多嘅用嘅就那個接馬人家按個接呢，就睇上嘅對學馬人家，學馬人家。第22，愛就是女愛嘅愛，愛水嘅愛。第3呢，挪，正宗人哋講挪背嘅挪背，係挪愛有兩言，一個愛，一個挪，一個挪背嘅挪，一個言。第23，昂就是中央，嗰是這個名詞，另外一個名詞是一個東昂就是中央東昂，那個呢？仰就是強求嘅意思，仰求人家所以講仰有兩言，昂東昂嘅昂，一個天語呢，仰求人家嘅仰24，努，買身本人做可樂一個這個努字嘅詞強嘅名詞努那個努呢，就奴才嘅奴所以講一個奴同一個奴才有兩個意嘛兩隻詞嘅意思。第25，難按要讀乜嘅呢？讀奶奶古嘅奶有這個詞，一個難，就那個難呢，就係呢從大嘅每單個嘅一點就個難呢，難呢，奶呢，就一個另外一個有一個果子吧，果汁吧，奶汁嫩汁。第26，
平平平就是平坦平坦坦均等的意思。一个平平啊哈，平平，按要读平平哈，平坦哈，一个平高平泰哈，一个有平呢，要讀平同平一個音，ที่27一個出啊，佢參一個見做點咩哈，就個改人大一個放棄嘅意思，第二呢長啊，也係開拓嘅意思啊，一個使用到。第28個蛋。都按蛋，元旦的蛋哦，蛋开始啊，笨蛋，蛋就多半的意思啊。20蛋都按蛋，就是天位天讲的，早晨睇嘅時節，迄種嘅花旦的旦，哈，花旦的旦，有蛋啊，笨蛋的蛋，到花旦的旦一個言。29啲。多音丁3點水做定嘅，丁水見跌，變成鳥丁嘅嚇，丁蛋咯，水個多嘅意思，蛋主婦嘅蛋嚇，第30方就是方面，嚇，一個方面同方面也冇相同啊，嚇，個方面是名詞。方面是通俗了放開睇人家，叫做方面啊哈，方面就方吹嘅人哈。第31，是按神啊，這個神門啊，是按神門連發嘅樣嘅哈，省就省麼哦，這個學生嘅，學個省。神那個神是嘅神啊，32撇是讀音，這個撇路哦，撇過啊，第二呢拍也有一個聲啊，一個就食神嘅一種啊，佢拍啊，拍行嘅拍啊，拍這個拍。這個就撇路嚇，太拍照哦，太撇照，我按嚟讀個嚇啊，後來睇到木嚇，嘅木做嘅木嚇，啊木字別字木，一個第二呢木啊，條木嚇，題目啊，節目啊，一個木。一個有木同木有兩音，這什麼是塞頭嘅塞啊？塞台啊，塞就是講啊，一個唔會叫嘅聲，是唔會叫嘅啊，唔會發音嘅，就塞第二呢，塞，然後聲是塞啊，塞同塞有兩音喎嚇。第35交通嘅交本人互相嘅時候呢，交易嘅交存嘅交，第二呢是考卡，嚇，個考卡圖一個交叉嘅意思嚇，考卡，嚇，唔係交考嚇，所以一個要卡，哦交卡。cái用卡哦，一個音，哦，舊有兩音，個拗搞同科拗考兩音嘛哈，個36火，那個原視頻個火，個火機，按火呢，係個火頭叫呢火，哈，一個火頭叫呢火。同火機嘅火啊，第37撲叫做原視頻做鉗字嘅，上大下撲下去，按第二呢這個福一個就是
长风雷嘅意思啊，福啊，福同仆一個炎。第38炎炎聽炎聽啊，也炎也係一個聲啊，所以講係個有兩炎，炎同炎一個異妙哈。第二先生嘅先同先生嘅先啊，先生嘅先有學問嘅人。先生公老師嘅老師啊，嗬，先生公哦，這個先個先先後嘅先，好一個先後嘅先同先生嘅先啊。第40公家嘅公就窮嘅量窮嘅窮啊，窮同一個窮呢有咗公。公家就是公家，公家合作嘅意思哈，公家意思一般好羅話講公家安尼啦哈。好，一個土地度裡，一個年呢，就是某位單個嘅一粒吧，年呢，奶汁啊，頭夫二嘅二，一個就冇讀奶哦，啊，一個年呢。讀以古音師嘅末尾啊，一個有頭前有個 O， 所以變成URO 嘅時間呢，用 V 嘅音末尾啊，一個就講到啊，佢嚟看第3盤，一個列列排列啊，列啊，對應版詞哦，一個做到列同列。冇相同啊！哈，第42強，超強勁嘅強啊，負責嘅強徵，抗呢就抗逼抗咗呢個抗，一個強叫兩，一個讀強，一個讀抗父母嚟嘅抗。第43煙有嘅聲哦，煙呢個煙。有一個特色音，央，我嘅非常嘅重要，我考試會考哦。但是一個破音是要看上下文來看能抵得安哈。一個音叫央，唔係叫音啊哈，漢字嘅意思哈。音呢有音同央有兩音。第44猜一個詞啊，猜也有幾啊音麼？有個讀彩安哈。猜在地方嘅音時啊，有7個這個哦，K 嘅這個，都嘅這個，讀、地、土，一個就猜一個是有按照地方嘅音哈。45忙就是唔地嘅意思啦啊，放膽不時唔地嘅意思啊，孬就是孬想嘅孬想，這個忙同孬嘅兩個音，孬想就是講想嘅做乜嘅東西啊，帶本來本嘛啊。第46好就是後天哦，那個好。有兩音，好同好兩音哈。好打，跨過用於跨口嚟吹牛啊，哈，打棍啊，哈。第47有個有音啊，同宇宙嘅宇啊，同有兩音啊，宇宙之間，宇宙這個宇宙之間啊。第48詞，這個一個詞就是說，宋詞的詞啊，詞。按古嘅太陽上湖呢，爺嘅爺啊，個詞呢有兩音啊，詞上嘅詞，3點水個強個詞，就是個有寬鬆嘅意思啊。按爺同爺哈，另外一個爺。就是三夫爺爺哦，相愛滑動嘅意思。第49
忙忙，嗰啲無限嘅忙哦，這個心忙忙，心忙忙安尼吼。另外一個呢，忙就是說事情佢多，無限佢變安尼。好，一個就忙，有一個兩字。第五上思昂上升哦，有讀神啊，嗰個上神手有神手冇哦，個上嘅另外一個鹽上拜嘅哦，上拜嘅嗰幾拜嘅哦。第51托，有東西都托呢咯，托呢托委托到托哦，但嘅第二呢，度了就是度人，就封存人家嘅意思，有一個托同度嘅都同托嘅音安尼哈。第52有是冇嘅相反詞，存在的意思啊，事物嘅所有有冇，這有也係冇啊，個有就是另外一個讀音啊，有讀有。第53你就是想的一種，所以冇得睡眠。個就是你啊，3點水做嘅50片嘅，好多話就講你啊，你安尼。這個看一個心就是說水過多，個思想啊，個思想個叫做心，是因心啊，一個心水過多哦，嗰個第二呢，個酸要讀酸，氣溫酸啊，一個灑水過多嘅意思啊，啊，一個關於酸有辛同酸兩言。第55飛一個切法的切，一個有數片嘅，叫做飛頭土氣，飛嘅，fail 就話氣嚇，樂器啊，也嗰時候用到嚇。第56陽係嘅陽，就講上啊，一古音師，佢上嘅古音師讀陽嚇，陽係嘅陽，有一個相嚇，這個就通過陽故同陽家都會供養嚇。57賜就賜給嘅神啊，這請賜嘅意思，請神嘅意思，應講個條件嘅個賜業啊，賜業。切呢切感應，賜有切同賜一個言。58個言見呢就個很好的很無量嘅雙人片嘅，叫做見八卦之業嚇。碟到你有畫圖本大家看。觀呢是語言上輔那個簡單啊，觀個溫觀啊，安尼嘢。另外雷殺嘅咧呢，就是餅，咁隻餅等嘅餅，大下解畫嘅個也有讀雷，有讀鐵，嚇，什麼見鐵嚇，見鐵，什麼雷殺，安尼嚇，個相互的相嚇，很通，個很通嚇，通達順利嘅意思啦。好言顯同一個好恩很加的愛意安哈，以上呢就是破音師嘅讀法哈，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在讀嘅話讀會詳細嘅哈。一個連音師呢，一個可以講就講啊，一個非常重要，講嘅千多倍哈。一個連音師，一個是有音呢是有轉注啊過來嘅。一個詩呢是有用假嘅嚟嘅，假借安尼嚇，所以我哋本音師只有音母嘅，即係本音師，有加聲母嘅呢做語音，所以一個教育普通嘅咧，即講一個通常都
唔比啊講本音同語音嘅區別係在呢只嘅，所以希望各位小姐呢，那個認真來看看一個圖哈，阿廖白所製作嘅圖，一個為了也咩能嘅白嘅音，一個所有嘅語音最多嘅呢就連音式哈，破音式呢最多嘅咧五個音啊，也八個音，跟住加上本音呢，A E O 也可以叫做九音安尼嗬。以上就講到這個神夢大家感謝你，再見。神夢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